意思啊，因為頭先用唔到個 Chrome。好，大家幫手睇睇 Facebook 係咪揾人幫手睇下 Facebook 係咪入咗畫面啦？已經睇下先，有六，睇下先，見到啦係嘛？見到啦係嘛？16、17，見到啦見到嗬？見到，好好好，暫時未有 PowerPoint，但係係見到嘅。得得得，因為我一定要我一部電腦操作，因為係 好啊好 OK。啊，好，而分享家就應該得啦嗬？見到啦。好，應該 OK，不過 delay 即係佢會有啲慢，未睇到個 PowerPoint，係啦，應該 OK。好，你哋講住嘢先啦，OK 噶啦，OK。好，咁啊，hello 啦，各位，今日我哋塔羅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又同大家做個直播，咁因為咧都就嚟新年，咁啊先祝大家新年快樂，今日心想事成。咁我哋通常咧每一年嘅即係就嚟新年啦，咁我哋都會講一個 topic，我哋都會揾智晴師傅咧去講翻呢一個12生肖嘅運程啦，咁可能亦都有啲注意嘅事項，點樣化解啊，邊個比較順，邊個比較要留。咁甚至要去到可能香港嘅一啲運勢嘅一啲講法咁樣咯。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好高興請到Thomas 師傅咁樣嚟幫到我哋做呢一個嘅直播啊。咁我哋先即係開始12生肖運程咁樣講啦，因為都好多，咁所以我哋就交俾Thomas 師傅去講翻今年嘅12星座運，12生肖嘅運程。我喺未講運程之前咧，都預祝大家喺蛇年咧，大家都揾多啲錢啦，同埋可以身體健康嘅。好啦，而家我正式開始講咧，喺蛇年嘅12生肖運程嘅，但係咧由於時間所限咧，我比較概括些少嘅，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想詳細啲睇咧，可以去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睇嘅。好啦，首先嚟講咧，屬鼠嘅朋友咧，等先啊，屬鼠嘅朋友咧，五行咧就屬水嘅，咁咧而2025年流年咧就屬木嘅喎，蛇咧嘅五行咧屬火，所以咧水就生咗木，但係咧同時克咗火，所以今年嘅整體運勢咧就唔係咁好嘅，就比較容易會付出好多，但係收穫咧就比較少，所以記住咧，喺屬鼠嘅朋友咧喺蛇年咧係宜守不宜攻嘅，即係話無論追女仔又好啊，追男仔又好啊，或者揾工作方面或者想轉工咧，喺蛇年咧都要比較穩陣啲，盡量咧守住個勢先。就算可能有心儀嘅對象咧，都留翻，即係 keep 住個關係，留翻26年先去追求咧，可能好啲嘅。跟住會講嗯生肖屬牛嘅朋友啦。生肖屬牛嘅朋友咧就運勢比較好啲，由於個生肖係屬土嘅牛嘅生肖，而流年就屬木喎，咁蛇嘅朋友屬火啦，咁火生土，木克土嘅情況咧互相抵消情況就成立噶啦，所以今年嘅整體運勢咧就會好大情況咧，就係好似有啲嘢可以成到咁，但係成咗之後咧就會出現其他變數，即係話咧可能你升咗職啦，但可能間公司個規模變細咗，變咗升職好似冇升過職咁，就好容易咧俾個機會你俾人失望。不過有樣嘢想提一提，屬牛嘅朋友嘅，若果你拍緊拖朋友咧，喺蛇年咧係好大機會拉埋天窗嘅喎。好嗯啦，繼續講屬虎嘅朋友啦。屬虎嘅朋友咧就五行屬木啦，咁會點咧？就流年咧屬木嘅，所以咧有利加強生肖運勢。雙木咧就會令到桃花運起，即係話咧，記住屬虎嘅朋友咧喺蛇年咧好容易喺工作上識到另一半，或者有叫做喺工作上產生感情啦。所以記住咧，若果你唔想喺呢方面產生感情咧，記住同啲同事啊或者工作上伙伴相處咧就要提防啦。咁咧記住，而且咧你喺蛇年嘅桃花運或者助力運都好好嘅，所以咧有好多貴人啦，令到你工作上咧非常之好嘅發展。不過記住咧，因為桃花太多，亦都好容易招惹麻煩嘅。好啦，跟住咧就講到下一個生肖，屬兔嘅朋友咧，五行都係屬木嘅，咁咧同樣都係會令到有桃花運起喎。所以咧記住，屬兔朋友咧都要小心喺
蛇年咧好容易超過一個追求者出現。當然啦，你冇追求就一向都未有拍拖冇緊要嘅，但係如果拍緊拖朋友咧，可能咧就會容易受到好多嘅桃花嘅困擾啦，同埋咧會令到咧自己咧可能會影響埋工作嘅，所以記住，若果係工作上認識到桃花咧，就更加要小心啦。好啦，財運方面咧，喺蛇年咧、兔年咧會有機會有意外之財嘅，屬兔嘅朋友。OK， 好啦，繼續講下生肖。龍嘅孟屬土，咁咧火生土，土克木克土嘅情況咧都一樣成立嘅。但係今年咧蛇年由於咧唔係蛇年會令到，因為蛇年嘅地個勢啊係比龍低啊，所以龍會克住咗蛇嘅位置，所以咧佢反而受影響性咧就冇其他屬土嘅生肖咁緊要嘅。所以記住咧，雖然屬龍嘅朋友咧，今年都會有喺蛇年咧都有機會有啲成咗事會變化咗，咁但係咧機會係比其他屬土嘅生肖細嘅，同埋咧合作多年、結婚多年嘅關係咧，記住喺蛇年咧會受到一定嘅影響性，所以記住啲老夫老妻啊或者老拍檔咧，咁記住咧就要一定要小心啦。但係喺蛇年咧，屬龍嘅朋友咧，升職同結婚運咧都有機會嘅，所以亦都係叫唔錯嘅一年嚟嘅。好啦，跟住講到下一個生肖，跟住講到屬蛇嘅朋友啦，屬蛇嘅朋友啊屬火啦，咁啊流年屬木，咁啊本命年啦，咁本年某程度上咧都係比較運勢會比較上落大嘅，OK。所以今年整體運程咧就會令到啲工作運加強，亦都會遇到貴人。但係咧，若果你喺工作上發生一啲桃花戀情咧，就會令到呢個貴人運出現問題嘅。所以記住咧，你若果想喺蛇年掌握我哋工作或者財運咧，記住一定首先咧就淨係攞貴人運，桃花出現咧喺工作上咧都要避開。咁你喺蛇年咧就會非常之順暢，同埋咧會有好多機遇啦，甚至可能令到你有生活或者生命中嘅180度改變嘅一年嚟嘅。好啦，下個生肖馬嘅五行都係屬火，但係由於馬咧個行動力比蛇強啊，所以咧喺蛇年咧可能會通處走啊。咩意思咧？即係話咧，可能要好多工作要外出工作啦，但係咧喺外出工作上咧有機會遇到貴人喎，所以絕對要得到啲機會咧，一定要去掌握。咁啊，同樣咧佢就出現戀情同爛桃花嘅機會咧都比較大嘅，但係屬馬朋友小心啦。嗰個爛桃花咧，通常係真係好爛嘅，咩意思咧？可能對方係有婦之夫或者有夫之婦，所以記住一定要小心啦。若果身邊有蛇嘅朋友，而喺你側邊咧，你有機會咧，唔單止追唔到自己嘅異性對象，反而將自己心儀嘅異性對象咧，俾咗你嘅屬蛇嘅朋友作為嫁衣裳嘅，所以記住咧，一定要留意住呢樣嘢啦。好啦，跟住下一個生肖，羊嘅命係屬土，所以咧，今年嘅工作信心咧會增加嘅，而且亦都令到關係更加穩定。咩意思咧？即係話咧，若果你拍緊拖仲係飄飄忽忽嘅話咧，咁喺蛇年咧就比較穩定啦。咁但係木克土咧，就你工作運出現變動，喺蛇年咧可能轉咗工嘅運勢先至比較好喎。留翻喺原本公司咧，可能就會有啲變化，甚至有人降職或者即係唔會加人工嘅咁情況都有機會嘅。咁啊，記住由於火生土嘅力量喺呢個屬羊嘅朋友比較強啊，所以升職運咧同埋結婚運咧都唔錯嘅。同埋咧，但係要記住屬羊嘅朋友咧就要小心啦。喺蛇年咧，好容易咧俾啲尖銳嘅物件或者啲鋒利物件整親手腳嘅，所以咧一定要去用刀用叉嘅時候一定要小心啲啦。好啦，跟住下一個生肖屬猴嘅朋友咧，就五行屬金嘅，金克木，火克金，即係重克嘅情況。所以蛇年咧，屬猴嘅朋友咧比較多波折，會因為金錢或者過分自我咧
而影響咗而家工作嘅，同埋咧亦都會因為桃花而破財，即係咧，所以要小心一啲電話騙案啊、KK 園啊嗰啲咧，屬猴嘅朋友咧好容易遇到，亦都要小心啦。但係由於多變化咧，喺蛇年咧係另一個好處就係創立事業嘅好機會。所以如果蛇年嘅朋友一直唔係喺屬猴嘅朋友喺蛇年咧係想創業嘅話咧，係絕對係一個好時機。即係等咗咁耐咧，終於有一年咧係可以創一個非常好嘅事業㗎啦。跟住下一個生肖屬雞朋友咧，雖然同樣五行屬雞嘅，但係由於雞咧最大問題咧就係通常咧雞嘅性格就會比較急躁，所以變咗嚟講咧，今年嘅運勢咧就係會好多變化啦。但係由於雞太心急啦，佢等待唔到變化咧，可能咧就會放棄咗，又或者亦直情唔去參與，唔夠膽去參加，變咗錯過咗機會，同埋咧做錯決定咧，甚至有機會令到啲財務緊絀，同埋咧工作上方面咧都係今年都係付出多，收穫比較少嘅。所以屬雞嘅朋友咧，今年咧都係小心啲啦，守住先會好啲嘅。下一個生肖屬狗嘅朋友咧，五行屬土，今年嘅運勢咧就記住，雖然咧事件係落實咗事件會有機會改變，但係屬狗朋友咧好處咧就係落實咗事件改變咧係會向好方面嘅改變多嘅，所以反而咧好似叫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咁。所以屬狗嘅朋友咧，若果喺蛇年咧可以掌握到變化機會咧，反而有機會再去升多一級，甚至咧工作上運勢更加好嘅。不過記住，千祈唔好太過有自信，同埋每一件事咧放下些少，唔好太大嘅期望咧，咁咧就會比較好啦。而且記住，蛇年咧屬狗嘅朋友咧，容易因為工作嘅問題咧，會影響家庭關係嘅，所以記住呢樣嘢啦。同埋容易出意外啊，所以大家記住，唔想結婚或者唔想有小朋友嘅屬狗朋友咧，就要小心啦。好啦，下一個生肖屬豬嘅五行就屬水嘅，咁咧豬咧其實咧喺生肖裏邊講都係屬於犯太歲其他生肖，咁咧所以今年屬豬嘅朋友咧就好容易咧得罪人多，稱呼人少。雖然工作運會提升，有機會升職同加薪，同樣好容易會引起其他人一啲叫做妒忌啊，或者想有啲小人會特登想對付佢先。所以記住咧，一定要去努力工作，同埋咧記住唔好俾太多閒言閒語影響，咁嘅運勢咧先至會向好嘅。正如我所講，乜嘢？我等你講埋先啦，因為有人提出問題啊。好，等我講埋先。記住咧，呢個我哋叫犯太歲咧，喺嗰年嘅生肖運程咧，未必一定最差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好啦，而家問咩問題啊？我見唔到。好，有人問啊，屬猴啊，要唔要去攝太歲？嗱，攝太歲呢樣嘢咧，正如我頭先啱啱講咗啦，即係太歲呢樣嘢咧，其實咧係一年有四個，起碼四個生肖都要攝嘅。咁實際係咪真係個個都要攝咧？嗱，我建議大家如果想比較好啲嘅話，可以用做善事嚟代替攝太歲，因為咧你做咗善事有福報，因為犯太歲嗰年咧係變化多嘅年份，但係變化唔係代表一定差。若果你將個變化將佢變為平穩，你攝咗太歲俾平穩啦，咁可能好嘅變化亦都唔會攞喺身上喎。咁變咗嚟講咧，你咪會有機會錯過咗一啲可能發大嘅機會咯。呢個觀點都幾新啊，我覺得，即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會好驚去犯太歲，未攝太歲食。即係師傅都有講到呢個。其實咧，有啲真係有錢人咧，佢發大嗰年咧，隨時就係佢沖太歲或者犯太歲嗰年嚟，因為個變化大，先有機會掌握到發大機會。係啊，係，所以大家都要有呢個考慮，有時係咪即係平穩，即係梗係舒服啦，但係即係有時要有啲衝擊，你個人先會進。
所以就當兩睇，即係當然啦，如果你掌握唔到，可能就會好大件事啦。咁但係我就唔建議完全去平復咗佢嘅。咁你正如可以做善事，就減低你嗰個負面嘅衝擊咯。都係一件好。咁我哋頭先我都即係聽咗好多個生肖啦，我哋師傅可唔可以總結一下邊個生肖最旺？我驚有啲觀眾 miss 咗。邊個生肖最好啊？嗱，其實總某結程度上咧，一兩個咁樣。其實咧屬土嘅生肖咧，其實出年咧，只要你去頭先聽咗個防備嗰啲嘢咧，其實屬土生肖出年都唔錯嘅。頭先我講啦，今日流年係屬木啊嘛，個生肖屬火啊嘛，咁木生火就火會生土，所以就成為一個連隔落去。咁你今年所有嘢就容易落實嘅，即係你去諗啲嘢或者你去做啲嘢咧，係容易出現一個落實嘅機會嘅。所以如果你有咩嘢要實行咧，個朋友咧，咁啊四個屬土嘅生肖咧，譬如牛、龍、羊、狗咧，今年其實運勢咧會比較容易去掌握到。若果你去聽我講話有啲要避開嘢咧，咁今年嚟講係好運啲嘅。咁啊牛龍羊狗嘅朋友就注意啦。咁今年真係你哋即係比較旺嘅年啊，所以要把握咯。咁但係我哋都想知，有邊幾個就特別唔順咧？咦，師嗱，傅，好似而家咧，係咪都幾多救人啊？人咧，係啦，都幾多人睇緊我可以哋個抽獎。直播。咁我哋咧就可以抽獎。咁各位咧，如果有留喺直播間嘅朋友仔咧，咁就如果想抽獎嘅話咧，麻煩你哋而家咧就開始打你哋嘅英文名喺個留言嗰度。咁樣我哋咧就會有同事啦，就負責咧去打你哋嘅抽獎入去嗰個抽獎名單嗰度嘅。咁係啦，咁我哋就繼係啦。續係啦，可以講住先。咁啊，大家記得打名喺嗰個聊天嗰個，即係評論嗰個位咧，就打翻你哋嘅名，我哋就會將你嘅名放入去抽獎嗰個位度。主要講咁我埋啦，譬如哋睇下。你講譬如容易即係愛情運比較好嘅生肖咧，應該係虎同兔，即係好容易會好受歡迎，好多桃花。啊，咁啊係啊，幾好。咁如果冇咁順嗰啲咧，即係要小心嘅。冇咁順嗰啲咧，就記住咧，因為咧即係鼠同豬咧喺桃花方面咧就要小心些少啦，因為有可能有啲爛桃花，又或者一啲即係會係即係短暫嘅桃花咯。係啊。啊，所以就都係要即係需要，如果需要化解，即係頭先都有講到，如果唔化即係做善事係其中一個做法啦。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嗱，化解？若果係若果係差桃花嘅人，如果點化解咧？其實好簡單啫，因為個火咧就會令到你多爛桃花啊嘛。喺今年，咁你咪將個火蝕咗啦。咁蝕咗好簡單啫。我哋可以將一啲，因為火係克呢個金噶嘛。咁我哋咧就可以擺多啲金屬嘅帶多啲金屬嘅飾物啊，又喺屋企擺多啲金屬嘅掛飾或者擺設。令導致個火因為要克個金而削低咗個火，咁你個爛桃花咪少咗。啊，咁啊，如果係即係去破財啊嗰邊，即係或者係工作嗰咧邊冇咁順。嗱，工如果作咪係破財冇咁順。工作，嗱，嗯咪破財嗰邊嗱，破財都好簡單啫。破財首先咧一樣嘢一定要留意住嘅，首先咧留意屋企自己會唔會有啲唔應該出現嘅窿先。有陣時咩意思咧？有陣時可能你唔知點樣發覺，可能個門嗰度唔知咩原因咧，就有啲漏罅情況啊，或者你自己總之記住喺屋企裏邊咧，任何一個位置有個窿唔應該出現嘅窿，譬如窗門梗係唔計啦，即係每啲窗門爛咗啲啲，你有冇去補翻嘅時候，呢啲咁嘅嘢咧都係屬於破財嘅。首先要整好呢啲啦。咁但係若果你真係想守住個財嘅話咧，其實好簡單啫，因為咧記住火今年個火係會克金噶嘛。咁火克金，咁我哋點樣可以將個火撳熄佢？因為嗱，破財原因都係因為火克金嘅啫。咁點樣可以將個火撳熄佢？就係將個水克咗火嘅咯。所以擺水種嘅植物啊，或者水嘅物件啊，即係啲水嘅擺設啊，都可以令到你嘅破財運減少嘅。師傅，師哦，傅，
有人提出問題啊，佢話之前睇過紫微斗數，命格嘅屬性咧會唔會有影響我？命格嘅屬性會唔會有影響？睇紫微斗數就嗱，其實命格嘅屬性咧，同生肖屬性係完全係兩回事嚟嘅。今日講嘅係只要一個概括生肖嘅屬性。咁如果你真係要知道自己咩嘅命屬性咧，最好真係睇一命理就會知道自己係咩命屬性咯。嗯，咁所以就係今日即係都係一個大家 general 概括嘅就係啊。係啊係，因為每個人嗰個命都要真係開個盤先睇得。同埋你每一年每一個唔同年份出生嘅馬騮或者唔同時間年份出生嘅牛都會唔同噶嘛，係啊。係，所以如果有興趣可以揾師傅睇盤。係啊，如果真係各位直播間嘅朋友仔啊，因為咧我哋要夠10個人咧先至開始抽獎嘅。咁而家見到咧，你哋咧有8個人名到啦。咁記得啦，如果係想抽獎嘅話咧，就要打自己嘅英文名入去嗰個留言嗰度嘅。咁啊即係俾阿師傅介紹一下先，都想問下，如果有即係有朋友仔想睇盤，係有咩睇？即係睇八字定係紫微斗數定係點樣？嗱，其實某程度上咧，幾種方式都係睇到盤嘅，八字啊、紫微啊，都可以睇到嘅。咁問題就係當然你要揾到個識起盤嘅，即係師傅咁起到盤俾你，唔可以知喎。嗱，記住我哋睇五行咧，其實即係睇呢個叫做五行，我哋唔係睇過你屬咩五行嘅，因為其實屬咩五行咧，譬如你即係睇你日柱嗰個係咩五行嘅啫。咁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其實比重我哋要計睇比重，即係有啲人咧佢係五行屬金嘅，即係佢一日柱屬金，但係其實佢金係得嗰條柱係金嘅啫，其他都唔係金嘅時候，咁其實某程度佢咪屬於屬金嘅人咯。喺我哋角度嚟講，係，即係計個比重，所以一定要成個平均起晒出嚟，我哋先知道佢邊樣影響係最多最緊要咯。所以呢個就係如果真係有興趣就可以去師傅 YouTube 睇一啲資料先，跟住再揾師傅解。係啊。咁我我想睇下嗰個抽獎係咪未打？如果係，我哋就講第啲嘢。應該個抽獎未足夠。不如講下今年過年先啦。記住今年過年咧就未過年嘅，其實大家都應該知哦。係啊係。因為今年過年咧就未過立春嘅，所以今年記住年初一出世嗰啲咧都唔係屬蛇嘅，嚴格上講都係屬龍嘅。係啊。咁啊，所以咧，但係記住咧，喺呢咁嘅情況咧，其實如果今年咧，即係喺年初一、二、三出世嗰啲咧，其實就唔係屬於喺我哋真正古代角度嚟講，唔係屬於過年出世咧。其實個運即係佢話啲人好中意喺初一出世，話特別好似特別好運咁嘅情況咧。咁喺其實今年咧就應該唔算係，因為反而食緊尾氣，即係食緊龍尾啊！我所謂叫，即係你今年出世嘅時候喺龍尾嗰度，就唔係一個蛇頭嗰度嗰個情況。明白。但係我哋今年初幾開工比較？嗱，我睇過咧，就應該係等先。咁啊，俾啲建議一啲朋友仔咧，有啲朋友仔可能係自己嘅生意啊，或者自己即係一個 freelancer，即係可以自己決定幾時開。嗱，freelance 咧，某程度咧，即係今年都係正講過年嘅時間咧，就比較亂啲，所以你等一等我講翻俾你聽，大家幾時啊？OK。係，呢個都緊要嘅事一啲。90人係嘛？好啊，咁我哋抽獎先。咁啊，知冇錯係個。咁我哋就抽獎先啦。咁好啊，咁喺抽獎嘅時候，我講一講啦，個抽獎禮物係啲咩咧？第一個抽獎咧就係 Christina 嘅免費線上塔羅占卜1條嘅。咁抽獎嘅時候咧，抽到咧，係啦。咁而家開始抽啦，睇下邊個幸運兒喺。記得留喺直播間啊！仲有之後要喺個評論區打話收到咁樣嘅。咁啊，好係子賢啊，係咪啊？子賢係子賢，恭喜晒。係啦，咁子賢咧，恭喜晒喺留言區嗰度咧，記得打自己個名，話已經係收到呢個抽獎啦，係啦。認領你嘅禮物。
我哋數啊，我哋數要我哋數幾多秒？係啊，數十五20，秒到啦，係咪？好15、20啦，多少少啦。我哋20、好，19、18、17、16、15、14、13、12、11、10，收到啦。見到啦，見到啦。好啦，太好啦。咁我哋會唔會再抽落去嘅？第二個字先嘅。係而家我哋繼續抽埋落去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第嗯，二份，第二好，份係第二份咧乜嘢獎？係 Christina 嘅靈氣魔法蠟燭，50蚊嘅嗯，現金券，咁原價咧係250嘅，咁啊睇下邊一個幸運啦。睇下邊個抽到啦。咁呢一個靈氣蠟燭，我就會主要即係我哋遠距離咁啊，即係可能將你個願望話俾我知，咁啊將呢個願望嘅能量加強咯，咁就幫助你可以更加容易達成你嘅願望。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就記得揾我，咁可以減翻好，50蚊。抽到啦咁啊，恭喜晒 ，Connie Connie。Yan。咁啊，Connie 記得Connie，喺留言嗰度咧，打你個名話收到。嗯，咁我哋咁我哋又就數翻係啦，20下啦。20下啦，20、19、18、17、16、15、14、13、12、11、19、Connie 喺咪度啊？8，係咪到啊？7、6，收到，見到啦。咁啊太好啦！咁啊得獎嘅朋友仔記得揾翻協會咁去攞我嘅 contact 咯。不過自然應該係我哋有 contact，所以你睇下，總之揾到我就得啦。咁我哋係咪再抽師傅嘅禮物？係啦，第三份就係師傅嘅五行肌膚完美精油，價值128蚊一支嘅。咁啊，睇啊，下邊一個咁我哋開係幸始抽啦。運兒啦。師傅使唔使講下太好啦，因為今日點頭？越嚟越少人，咁就係師傅，使唔使介紹一下係乜嘢？嗱，首先咧，呢支精油咧係可以解決好多皮膚上嘅問題嘅，無論你有暗瘡啦，或者疤痕啦，或者一啲細紋都幫你修復翻嘅，所以非常之厲害一支精油。咁我哋啊恭喜晒啊 Darkness One，咁你就如果咁我又收到呢啲。男仔用未必用到咧，可以俾個女朋友啊，俾老婆用得嘅。咁我哋計嗯，20下啦，係咪啊？數20下啦。係啊，20下，20、19，收到。OK，嗯，好，咁我咁我哋哋就唔好俾佢停啊，繼再抽，續啦，係咪啊？唔好俾佢停，再抽。我哋仲有好多份啊，仲有3份，係咪一路數落去啊？一路，仲有係啊，咁啊好，係好啊，咁啊嚟啊，嚟緊啦，第4份啦，就係靈動堂啦，即係都係師傅嘅服務現金券一張，價值係100蚊嘅。嗯，哇正喎，因為師傅咧有好多服務啊，佢有即係睇命盤啦，剛才提到，亦都有前世回溯，咁哇減100都幾多，所以好吸引。睇下邊個收到，係咪睇前世都得㗎，師傅？係啊，冇得唔得啊？師錯，咩傅？服務都得嘅，仲有卜卦得嘅。係咯，好，師傅好多服務，卜卦啊，成可以詳情去翻佢嗰度睇。太好啦好，幸運，Sharon 喎，兒係 Shelly 嗯，Wong 係咪？咁啊，Shelly 睇係啊下喺，Sharon 喎，留言區度打翻自己個英文名，話係啊，收到啦。領獎。咁我哋又數20下，20、19、18、17、16、15、14、13、12、11、19、8、7，咦喂，Jerry 喺邊？6、5，收到啦，恭喜晒收到啦，你，係啊，收到。恭喜恭咁我哋仲有喜。兩份獎啦，咁啊話好，其實都好容易中嘅，真係。仲有兩份獎，咁啊第一係啦，份，仲有兩跟住係份獎，好啦，咁啊，第5份獎咧就係塔羅協會會員入會50蚊嘅現金券一張，嗯，咁啊睇下太好。咦，如邊個係果入幸運兒啦。咗會，可唔可以易購喺啲活動嗰度？即可以係係咪如果入可以咗會可以用喺活動？可以可係啦，以可咁就以可以，冇問題冇問題。我係恭喜晒 Abby 啦。咁啊唔知你入咗會未？如果入咗會就可以用喺啲活動嗰度扣翻50蚊，如果未入會就攞嚟入。恭喜晒你，Abby 快啲出嚟啦！20、19、18、17、16、15、14、13、
12、11、10、9、8、7、6、5，喂，4，Abby 啦，3，收到。收到啦，收到啦，咁啊太好啦！咁我哋最後一份就係最後一份塔羅會長 Manny 課程嘅現金券100蚊。係啦。咁阿 Manny 使唔使講？不過 Manny 使唔使講下有乜嘢課程？有塔羅課程啦，靈擺課程啦，咁同埋嚟緊我有個神諭卡課程都可以特別好優惠咁咧，就係送俾大家用嘅，係。咁太好 Karen ，Karen 哇，恭喜晒 Karen，恭喜恭喜！ Karen 收咁啊，到就可以打翻個收到喺嗰個評論區，咁啊又嚟啦，20、 20、19、18、17、16、15、14、13、12、11、10、9、8、呢個真係唔7，掂。咦喂6，收到啦，太好收到啦！啦，收到啦。恭喜晒，恭喜晒咁多位，咁啊，即係呢個抽獎好抵，因為通常我哋都會送出好多嘅禮物，咁大家通常都好容易會抽到，所以下次咧記得即係再嚟睇我哋直播。咁我哋今日翻返去頭先嗰個內容啦，我哋頭先師傅去睇一睇嗰個。首先咧講俾你聽咧，今年咧開工嘅時間咧就比較，即係真係最好嚟講咧，就係初6。星期一嘅初6係最好嘅。OK，若果唔係嘅話咧，可能你要請多幾日假啦，因為咧去到12先有另一個比較好啲日子。即係呢個係咪打工仔都關事？即係唔一定自己小生意，係打工仔都可以做生意同打工都係。因為中間日子都比較差，所以變咗嚟講，一係就初6，一係就12。係啊，但係如果真係揀唔到點化咧？嗱，我就教大家啦。若果咧你想喺譬如我唔可以喺初6之前，我初4，喂，今年應該係初幾會係翻工啊？應該正常嚟講，我睇下先，因為我自己都好耐冇翻工。即係本身嗰個本身嗰個時間係本身如果係假期，應該要幾時咧？講公眾假期。我呢邊就冇得放啦，睇住大家放，因為我唔係正常你邊間冇得放啊？咁我哋呢邊放到幾時咧？正常應該初4翻啊嘛，但係初4係禮拜6咯，1號。咁啊，即係如果正常，如果翻1至5嘅話，唔係喎，好喎，真係禮拜你擺明你就要初6直好1翻工喎。係啊，如果係即係一般嘅 office 嘅人，一般就即係其實唔使請假都可以初6翻工啦。係啊，如果諗住去旅行咧，就唔該請多2日假，就12先翻工咯。咁都幾唔錯喎，今年。即係如果今年反而幾唔大家錯，即係唔使特登請假去撞一日要好翻工日子。係啊，咁幾好喎。咁大家今年都行大運可以真係順順利利。同埋記住咧，提一提大家咧，喺2025年嘅2月3號晏晝3點後咧，大家咧就可以向香港嘅西南面去行下大運。你可唔可以重複一次？2月3號嘅3點鐘下晝，3號我之後咧就可以去咧香港九龍新界嘅西南面去行大運。西南面如果喺九龍區嚟講，就應該係大角咀啦，大角咀嗰邊啦。咁如果係新界嘅西南面咧，就荃灣西都可以勉強叫做西南面嘅。咁啊，如果係香港島嘅話，就海洋公園嗰邊都算係，係啊。咁海洋公園都算係嘅。咁啊，如果你話喺大嶼山咁點西南面咧，大嶼山就東涌嗰邊都係，應該就係東涌嗰邊咧。大概東涌嗰邊都係西南面，我冇記錯啊。即係屬於係以西南面嚟睇咯。OK。但係如果譬如咧，因為我都知好多人喺觀塘嗰邊、東九龍嗰邊翻工，咁因為初6要開工啊嘛，咁佢可能 lunch time 落去，即係可唔可以向西南行一行都當係？嗱，記住若果係可以嗱，因為我哋去行大運就唔計時間嘅，你放咗工之後過一過去
呢個大角咀嗰邊食個飯啊，咁咪 OK 咯。哦，咁大家就係啊，記得留意住咯。第一日開工，跟住放咗工因為行下去大角咀大運咧就啊嗰邊好啲嘅，係啊，係啊，啊，咁冇因為嘢要做嘅，行嘅純粹去食個飯行大咁就 運咧就 OK 代表你去好嘅位置吸收財氣或者吸收運氣，啊所以其實咧就要逗留咧，所以我咪叫大家起碼食一餐飯先咯，即係你唔好去完就一次啊，翻嚟嗰啲就咁就吸唔晒咁啊係，咁啊財氣或者好嘅，係啊。伊師嗯傅啊，有人問咧，初四可唔可以開工喎？嗱，初四咧就真係比較唔係咁好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開工嘅話咧，記住嗱好簡單啫，記住你入屋企如果有啲一個紅色嘅利是封，裝住5個5毫子同埋2個1蚊，咁嚟翻工咁就 OK 噶啦。嗯，咁啊，即係其實都有辦法解決嘅，即係如果做唔有辦法到嘅話，解決，不過問題就係、嗯即係因為咧係其實我哋啲數咧有啲數字上咧，只要我將啲金色同銀色嘅數字配合翻咧，就可以去解決一啲衝啊撞啊一啲唔好嘅嘢嘅。所以頭先我都係講翻嗯俾大家聽點樣可以去解決呢個問題嘅。啊。好啊，咁我哋再 move 去第二個問題啊，即係我哋睇下行業方面，因為我哋都啱啱入九運啦，咁亦都即係嗯，新嘅一年啦。咁我哋嚟緊呢一年或者可能呢幾年啦，咁嗰個行業嘅發展邊啲比較旺咧？嗱，其實咧入咗九運之後咧，反而咧一向以嚟嘅即係呢幾年都比較差嘅行業咧，就反而會好翻啲嘅，例如飲食業咯。或者一啲哦，旅遊業都會好翻啲嘅。咁但係個問題咧，最重要都係究竟我哋會唔會有嗱？記住，因為火係一個不定型嘅嘢噶嘛。咁即係話咧，某程度上咧，因為我哋個九運係火嘅。咁樣嚟講咧，我哋一定要係一啲識變化。咩意思咧？即係我哋唔可以再求其整個頹飯啊、茶餐廳啊呢咁完全一啲冇得即係特色嘅嘢咧，去繼續吸引香港人。或者吸引其他人。我哋呢種特色嘅飲食要有啲創意啊，咁喺新嘅嚟緊嘅2025年啊、2026年咧，都可以會令到飲食業啊或者一啲旅遊業啊重新可以多翻啲人嚟，同埋收入會多翻好多咯。嗯，但一定要變咯，都唔變就冇意思咯。啊係啊，啊，另外係咪一啲譬如美容啊、美容嗰啲都 科技 OK 㗎，啊係啊，嗰啲美容都嗰啲都 OK OK，㗎，身心靈係啊。我哋呢啲身心靈玄學啊呢啲都 OK 嘅，心靈玄學都係喺九運裏邊係屬於好嘅一個行業嚟㗎，所以大家嗯記住係啊，開呢行或者喺九運咧應該就唔錯嘅。咁就尤其是係由2026年開始，即係2025年尾啦，開始到2028呢幾年咧，應該係最好嗰幾年嚟嘅，以玄學嚟講，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嗯。即係去努力喺嗰幾年去發展啦。即係而家學定先啦，快啲，跟住練多排，跟住就可以睇而家下會唔會我哋先可中意做呢個以係啊行業咁樣。係啊。係啊係，咁啊大家都加油。咁我哋都想問，譬如即係財運方面，今年譬如買樓啊賣樓咧，我諗都好多人關心，即係應唔應嗱，該再買樓呢件事？首先咧，今年咧，買樓就要小心兩樣嘢。第一咧，若果咧本地投資咧，因為咧今年係因為個流年咧係屬木啊，咁木會克個土嘅，咁變咗嚟講咧，樓價方面咧都仍然咧未有，仲有機會跌嘅。所以如果真係要置業嘅話咧，最好等農曆嘅9月後先至去買樓咧，咁就有機會咧去到個低位或者接近低位嘅狀態。咁你到時置業咧就應該你個就唔會蝕大本啊，亦都唔會係甚至有機會賺翻錢添咁嘅情況咯。啊，咁賣樓就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就盡快啦。就如果唔係就等得太耐。賣樓就真係，其實賣樓咧呢個問題咧，賣樓就因為反而你如果係等得嘅話，就反而因為你而家賣可能都要，即係大家等睇住跌嘅時候咧，可能你都賣得唔好嘅價錢，就可能真係沽住一紮，等多一陣間，等到佢谷底反彈翻上嚟嘅時候，先賣翻出去，可能會好啲咯。如果你等錢使，當然另外一回事啦。咁嘅情況哦，咁啊係，所以呢啲都係再自己去判斷啊，因為呢啲係啦，冇嘅錯係啦，係啊。係啊係，嗰個咁關於可能即係其他嘅投資，即係有冇話咩股票啊、外幣啊嗰啲都會股票咧，會直接講句，股票咧
喺25年咧都仍然反反覆覆咯，即係唔會突然間好似爆到好似當年咁29,000啊、28,000啊、27,000啊咁情況唔會有噶。咁嚟講就但係若果你只要你唔貪心咧，其實你應該喺25年，大家如果唔貪心，當喺股票，我哋慢慢去睇住一啲比較穩定嘅股票咧，其實喺25年嘅收入應該都可以唔錯嘅。咁但係就唔好諗住係可以有個一朝發達啊、魚翅撈飯咁嘅情況，呢就冇乜機會。啊，兩位見到咧，而家直播間咧就有好多人啦。咁我哋可以再抽多轉禮物喎。咁好啦，可以啊，直播間係啦，咁留喺直播間嘅朋友仔咧，咁就大家如果想抽獎嘅話咧，記得打翻自己個名。咁我哋咧會有同事咧去入翻你哋嘅英文名啦。咁轉頭咧就會有抽獎嘅。咁之前打咗名係咪都可以再抽多次？中咗應該唔抽得。可以中咗嗰啲人得唔得？可唔可以？我講先，可以，因為咧，我諗而家都係重複嗰啲人嚟嘅，但係咧就萬一咁好彩抽翻同一份禮物，我唯有留俾其他參加者，係啦。但係就頭先有參加過嘅人咧，都係可以打名，就算抽中過都可以，因為可能即係有機會咁啊 lucky 啊，抽到第二份禮物咁樣嘅。好啊，咁啊，大家踴躍支持一下啦，咁樣加油。咁我哋就等緊咁啊，打名嘅時候，我哋要夠10個人啦，係10個，起碼10個人啦，我哋先至開始抽嘅，係啦。咁啊，所以係啦，大家就踴躍參加啦。係，加油啊！咁啊，我都想問下師傅，頭先講到股票嘅，咁另外譬如我知好多人關心呢個嗰啲叫做即係虛擬貨幣，因為始終九運都同呢個嘢可能有關，咁啊值唔值得投資？嗱，虛擬貨幣咧，其實某程度上咧，若果要投資咧，喺前2年咧，即係做投資咧就反而 OK。而家某程度上咧，就因為個運咧，因為正如我講啦，喺九運火啊嘛，咁火會令到金咧慢慢轉弱嘅。咁變咗嚟講咧，虛擬貨幣正如所講，貨幣即係金啦，咁變咗慢慢就跟住轉弱，甚至咧要小心咧可能一次性嘅恐慌性波動啊，或者咩就會跌好大嘅一個百分點。所以大家若果係買咗嘅咧，趁而家高價咧，我覺得可以暫時將佢叫做即係止賺啦。咁然後等佢有咩波動嘅時候，跌到低嘅時候，先再次入市就好啲咯。但係如果而家先想入市咧，我就覺得可以睇一陣間先。因為特別可能九運都同一啲科技啊、網絡都會好蓬勃，都會有少少促進咗嗰個詐騙嘅情況。即係咪都今年都小心呢方面？始終虛擬貨幣咧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一種操作生態啦，因為其實佢係一種實際上嚟講係嚴格上嚟講係一個冇一個認可性嘅交易嘅。到而家嚟講，所謂就算所有交易咧都唔係一個真係非常之認可性。咁到時一旦突然間出咗問題嘅時候咧，喺保障方面大家都要去小心咯。咁咯，係呢個都係即係九運佢會有好嘅行業發展，但係都一定會有因為九運 AI 嗰方面會係發展得好厲害嘛，所以更加多騙人嘅事會出現。好多騙案係呢個都即係全世界都有發生呢啲事情，咁大家小心啲啊！即係我哋要把握我哋嘅運氣，唔好行差踏錯。同埋提一提，大家如果想橫財運，即係想賺翻啲橫財咧，其實今年嘅初三咧，即係成年嘅初三咧，大家不妨去澳門咧，或者買埋，因為點解咧？初三對啲老細嚟講唔係好日子嘛，咁我哋對老細唔好日子嘅時候，我哋去賭錢嘅時候，即係我哋做叫小賭怡情嘅時候，就有機會攞到錢啦。所以大家記住咧，如果大家想去玩翻啲橫財嘅話，我初三過澳門，即係叫做順便食嘢，順便玩下，希望攞翻啲橫財，開心下，又或者可以入下馬場，可以搏一搏運氣啊。咁啲初三都係個好日子。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啦。咁我哋等緊嗰個名嘅同時，都會有個問題啦。呢個問題就都幾重要。其實2025年香港嘅運勢係點樣咧？香港咩話？聽唔到。香港嘅運勢，香港運勢嗱，其實咧就香港運勢其實係平穩嘅，不過咧我見到情況咧係會有啲意外會特別多嘅，就係建築上嘅意外會特別多。即係關於工業意外嘅意外比較特別多，所以做工即係做建築地盤啊嗰啲工作
嗰啲朋友咧就要小心啲啦。喺蛇年咧呢個意外會比較多啲。其他運勢都 OK 啊，嘅，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政府會唔會止蝕為賺咧？其實都未見到係止蝕為賺住嘅，即係香港政府仍然我諗都係赤字嘅嚟緊呢年，不過就赤字會細翻啲咁解嘅。哦，因為我哋即係特別睇新聞啦，即係因為我喺海外，我會睇新聞，我會見到好多新聞話香港條街冇人，即係連人都冇啊，冇人消費啊，經濟好差定，即係呢啲情況會唔會改善？嗱，理論上咧2025年咧人流一定多翻啲嘅個問題，但係嗯其實多唔多人呢樣嘢咧，其實都好界定於喺一啲有冇吸引人嘅地方咯。我覺得而家香港政府啊始終嗰啲做法都係未夠可以帶起人流呢樣嘢咯。但我見到會有改善嘅，尤其是應該嗰3月後咧，應該人流方面咧會改善好多。咁啊，今年即係似乎好似都係會越嚟越好啊，所以大家都係要把握住呢個機遇。咁啊，其實都有條問題嘅，因為即係有好多唔啱啱好同嘅語言夠人啦，啊，係咪都夠啦？可以開始抽抽獎先，咗獎先，跟住連埋頭先冇係啦冇抽中嗰啲都加埋埋都夠啦。我咁好啊好啊，抽獎先。我哋開始啦，開始抽第二支獎。好啦，咁咁啊，抽獎係咪都係抽翻嗰啲嚟？係啊，冇錯，咁啊係啦，咁喺準備抽獎嘅同時啦，咁啊講一講啦，第一份嘅抽獎禮物咧係 Christina 嘅免費線上塔羅占卜一條啦，咁啊睇下邊一位係幸運兒啦，咁啊都係嘅，同樣抽到名嘅收到嘅就喺留言區嗰度話俾我哋聽，你已經收到啦。嗯，恭喜晒 Karen 咯，你恭喜晒。可以恭喜晒喺個評論區打名就得啦。咁啊，數20秒，20、19、18、17、16、15、14、13、12、11、10、Kevin、9、8、7、6、5、4，收到啦。OK，咁我哋就恭喜晒，我哋睇下下一份禮物。咁就係我嘅一個靈氣靈氣嘅一個魔法垃圾。蠟燭係啦，咁啊50蚊現金券，咁啊原價係250嘅。係啦，咁啊，將啲能量去祝福你嘅願望，等你嘅願望可以實現得更加順暢，俾一啲能量，咁啊搖佢進行。咁啊，我哋睇下係咪 LK 鬧，OK 啦，恭喜晒！恭喜咁啊，恭喜恭喜！呢位朋友啊，頭先未出現，咁啊，記得要喺個評論區打名，咁啊，去收呢個禮物。20、19、18、17、16、15、14、13、12、11、10、9、8、7、6、5、4，係Hello LK 叻撈，你係咪度啊？3、3、2，喺度，有啦，咁啊好啦，太好啦，因為我哋都唔信，好似即係俾咗第二個咁慘，我覺得，我哋就恭喜晒咁啊 LK 第鬧，三份我哋第三位，第第三份，三份咧就咁啊多謝留係、言，師傅嘅五行肌膚完美精油，價值128蚊一支嘅。我哋睇下邊位抽到啦，榮榮，我哋恭喜恭喜晒榮榮。永永，咁我哋啊咁樣記數得喺留言20秒，區打返你自己嘅英文名，就代表收到啦。記住啊，支五油精油非常之好用嘅，記住一定要如果有咩問題都用得嘅皮膚上嘅問題，絕對可以用呢啲精油。好，開始數啦，係咪？好，20、19、18、17、16、15、14，咦，收到，太好啦！收到。咁啊，恭喜晒永永，我哋就再落下一份禮物啦。好，下一份禮物，師傅嘅靈動堂服務現金券100蚊一張。咁啊，可以用於師傅嘅唔同嘅服務啦，可以去係啦，睇有嘅卜解盤、卦，卜卦、
慈濟會慈所濟會所嗰邊啊。啊，恭喜晒 Sherry Wong 係咪冇重複啊？應該即係唔頭先抽中咗乜嘢 s h a r o n 頭先抽中嘢好似 Sherry 好似頭先都係抽到師傅喎，但係咪呢一份啊？好似係啊，同樣都係第4份。啊，咁我哋需要點樣啊？會唔會要抽過嘛？抽過啊？抽過第二位嘛？咁我哋係啦，即係唔好意思啦，張喎，因為我哋就唔想係重複同一份禮物，咁所以我哋就要即係安排下一位咁樣。哦，Connie Yan，Connie 係 Ann，Connie，咁啊恭喜晒 Connie，係 Jerry 都講咗，咁我哋恭喜 Connie 啦，咁希望 Jerry 可以抽到下一份，即係另外一份咁啊。咁我哋而家數廿秒，咁啊等 Connie 出嚟認領先，20、19、18、17、16、15、14、13、12，OK 啦，咁啊 Connie 收到，咁我哋就再落，仲有2份係咪？我哋再係啊，落去。仲有2份。咁第5份咧就係塔羅協會會員入會50蚊嘅現金券一張。咁如果假如你已經係會員咧，咁可以用嚟參加其他活動嘅。嗯，好，咁我哋睇下邊個攞到呢個50蚊嘅 coupon 啊！剩翻都唔多人啊，所以好容易會抽到。哇！呢個朋友仔就第一次抽到啦。咁啊 Happy，Happy KY 咁啊，收到嘅請打你嘅名。咁啊，20、19、18、17、16、15、14、13、12，咦，收到，咁我哋恭喜晒 Happy，咁啊可以用呢50蚊。我哋下一個嘅禮物啦，最後一最後一個份。抽獎啦，係啦，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課程現金券100蚊一張。咁我哋睇下邊位朋友仔可以抽到咧，咁就可以揾翻 Mandy 報佢嘅一啲課程。咁佢主要嘅神諭卡啦，即係各款嘅塔羅牌咧，Mandy 都會有，仲有靈擺嘅一個課程。咁我哋就恭喜晒呢個高Goldie，好啦，係啊，我哋恭喜晒高啲。咁我哋而家等你出現20、19、18、17、16、15、14、13、12，咦，太好啦，出現晒，咁我哋恭喜晒今日所有嘅炮仔可以得獎，咁即係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咁但係我哋都翻我哋 topic，跟住有少少問題想問埋阿師傅嘅。咁啊，剛才就有提到啊，因為其實唔係通常咧一年開始嘅，你如果喺 YouTube 成，你都會睇到好多唔同嘅預言，即係可能今年嘅預言。即係可能未必係真，但係我哋都可以去討論嘅。咁因為今年有一個好多人討論嘅一個預言係2025年嘅7月嘅，7月咧就會特別喺日本旁邊嘅可能太平洋嗰啲位置，咁啊有機會即係可能板塊移動關係咧，令到個地震啊、海嘯啊嗰啲嘢好嚴重，咁可能有影響到。即係日本嗰個，即係我敘述翻唔係一個事實啦。咁日本人可能3分1嘅國土冇咗啦。咁甚至有啲講法係香港、台灣同埋菲律賓會連埋一齊，即係因為個板塊嘅。咁所以即係對我嚟講係有少少影響啦。即係呢個機會會唔會係大？同埋我哋應唔應該即係避免去入咁咧？即係喺呢個7月嘅時候。嗱，首先嚟講咧，其實舊年開始我做預言㗎啦，因為舊年咧。都同樣係木克土嘅情況，所以今年都木克土咧。今年嘅地震咧都仍出現嘅，因為舊年咧我就預測4月到7月咧日本會發生地震嘅，點知1到4月咧就已經開始地震啦，咁都非常之準確嘅。所以今年其實咧大概時間咧會係5至9月之間咧，確實係會有機會地震嘅。咁但係你話個規模咧，嗱規模咧好大機會，絕對比今年嘅大嘅，即係2024年大嘅。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係去到咩冇咗1/3日本啊，或者咁誇張咧？就應該唔會嘅。但係咧，我想俾大家牽涉，除咗即係地震之外，甚至咧有機會出一啲比較類似火山爆發嘅嘢會日本出現。所以咧呢兩樣嘢嘅天災咧都有機會咧令到大家咧喺日本，就算你唔係直接受災區域咧，
可能都烏煙瘴氣啊，吸埋啲好多火山灰啊呢啲咁嘅嘢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夏天到暑假呢段時間咧，我都建議大家咧就唔好翻鄉下住啦，即係咧就去第二啲地方比較好啲啦，咁情況。係咪即係淨係日本啊？譬如會唔會因為去旁邊，譬如去韓國、去亞洲啲地方？其實咧，韓國嘅問題咧就比較少啲嘅，咁最大問題咧就會係日本同台灣都會有機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台灣就個機會性就低過日本好多，係啊，因為日本就同埋因為日本佢自己個島嘅都係始終喺個板塊最好接近嘅地方，所以四塊板塊中間，所以佢一定係好頻繁。係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因為呢個都好多人講，即係我哋暑假都有樣嘢就建議大家喺2025年咧，就唔好諗住有啲人好中意日本置業噶嘛，即係自租俾人或者自己住都好。記住咧，喺呢年咧，喺2025年咧睇定先，睇震完之後或者嗰90月之後定晒嘢啦，然後你先去做呢個投資好啲咯。咁一般我哋去旅行有冇話，即係咪都要睇翻個命格去配合？譬如今年去邊度行一行個運會好啲？有冇呢個咧就其實某程度上咧喺呢個2025年咧，其實去南面或者西南面都 OK 嘅。如果香港嚟講，喺香港嚟講就南面同西南面啦，係啦咁嘅情況咯。咁香港嘅西南面就即係可能去啲比較埃及嗰邊啊，或者都算係西南面啊。咁啊，或者呢個南面就可能去翻落去，即係好簡單，馬來西亞、新加坡啊嗰扎都算係偏南面嘅嘢，係啊。咁樣大家係啊，好啊好。但係咁大家就有樣建議大家2025年咧，真係盡量咧喺2025年嘅頭嗰半年咧，最好唔好去泰國或者緬甸嗰邊，因為嗰邊咧就好多嗰邊算出嚟好多亂局啊，所以變咗嚟講都比較危險。係，即係而家新聞都提議，真係好混亂，特別我哋都係華人，亦都係一個目標之一啊，所以就係。但係過咗年中之後就好啲嘅啦，因為佢哋有啲嘢會做咗之後咧，成件事有啲。聽講而家泰國諗緊斷咗緬甸嘅電啊嘛，電力供應啊嘛。所以變咗嚟講，但係我諗呢樣嘢搞得嚟咧，可能都要年中打後，所以大家過年中前都唔好去諗，即係我唔建議大家泰國住咯。係，因為泰國真係我哋好熱門嘅地方，大家都要小心啲，即係政局動盪。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即係我哋了解嘅，想了解嘅我哋都差唔多啦，亦都有好多朋友仔抽咗獎咁啊，恭喜晒各位，亦都恭祝大家呢個2025年咧行大運，咁啊蛇年新春大吉。咁啊多謝各位。咁啊師傅show 咗一個佢嘅一個靈動堂嘅一啲聯絡資料啊，咁你有興趣嘅可以去翻佢嘅 Facebook、IG。或者佢嘅，大家想睇詳細嘅12生肖運程咧，係可以去 YouTube 個陳元探秘裏邊，我係分開春夏秋冬4季出世人，好詳細分析你哋2025年嘅生肖運程嘅，大家可以隨片去欣賞。好啊，咁啊今日多謝晒師傅去話俾我哋知，俾咗咁多 tips 我哋，咁啊希望大家就今年行大運啊，咁啊恭喜晒各位。係啊，祝大家喺蛇年多啲運啊！好，最後領獎嘅朋友啊，咁如果你係喺我哋嘅任何學生會群組或者會員群組嘅話咧，你可以出聲需要領獎嘅話啦，咁又或者係如果你唔係我哋嘅 Facebook 啊即係唔係我哋嘅 WhatsApp group 入邊嘅一啲朋友咧，你係即係純粹喺 Facebook page 睇到我哋直播嘅話咧，咁你可以 inbox 翻我哋去換領翻獎品嘅。OK，咁啊就恭喜大家就係蛇年行大運啦！多謝晒。好啦，恭喜晒大家。咁我哋今日嘅直播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拜拜。